2013年6月，在澳洲的某处原始森林发生了一起极为诡异的怪事。画面最初显示了一个全身雾状的人形出现在视频中央，而随着相机的持续拍摄，他的身影也显得越发诡异。只见他浑身发白，拥有尖尖的头部以及难以辨别的四肢。此时他正以一种极为沉重的步伐艰难地往前走去。据发布者描述，此段视频是他朋友在森林中打猎时意外遭遇的奇特异象。反应过来的他立刻拍下这夸张一幕。难道这真是一次超自然事件被意外拍到吗？在英国的某处野外，一段奇异无比的视频开始在网上疯传。随着一阵妖风袭来，只见原本坚硬夯实的土地竟开始来回跳动，而其上方粗壮的树木此时也显得格外孱弱。这离谱的景象就好似末日降临的前兆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切再次恢复平静。2021年美国，一段标题为超能力松鼠的片段引发热议。对此有人评论到地球出现漏洞，更有甚者表示世界是虚拟的。注意看这里，随后发生的事情将令你震惊。仔细环顾四周，并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。但就在下一秒 What the fuck? He just came out of nothing! 松鼠就好似凭空出现一样，竟从坚硬的水泥地中冒出。来回复线镜头一时间让人很难看出破绽。此类视频多为伪造乌龙，请理性观看。